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进党搁表论文抄袭风波，蔡适应台北大学的博士论文，甲郑文灿的台大硕士论文，拢互认定抄人的，学位撤销。红社台积电的美国新厂要生产4奈米的晶片，经济部长欧美花讲无接到消息，不过上新的技术一定会留在台湾。白纸运动世界拖引起国际声援，中国政府小可放任防疫管制，美国副国务卿认为讲，这代表抗争有效果。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民进党的党内自选举进程到今，都连续逼出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民进党的立委蔡适应今仔下晡承认伊的博士论文，互台北大学认定抄人的，学位互撤销。蔡适应的声明表示，针对博士论文一寡所在引用标注漏勾起，感觉真失礼。不过，伊会依法提出申诉。另外，桃园市长郑文灿昨嘛因为台大认定伊的论文抄人的，硕士的学位互撤销。今仔日伊出面回应，讲愿意担责任，会失礼。针对立院立委蔡适应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台北大学初二完成审查。蔡适应较早表示，已经知影博士学位互撤销。佮发声明表示，台英文献小工比对只有2趴，基于原创性对论文部分引注漏勾，表达失礼也愿意保证尊重学校的审议结果。因为为了维护权益，将依法提出申诉。台北大学也发声明回应当事人，若有异议，伫收到通知书了后15天内会当提出申诉，依规定处理。除了蔡适应含伫论文风波，伫前一天，桃园市长郑文灿的硕士论文也互台大认定抄袭，撤销硕士学位，临时取消初二下昼所有行程。郑文灿初三无过相比公开会失礼。这论文是我写的，这很清楚。现在10几年后，用这个新的软体比对可以找得到。那这个当然是我在当时写作过程的疏失，那我愿意针对这个疏失负起责任。也愿意致歉。郑文灿为论文写作所实会失礼，同时也讲出伊的论文写作方式是先写完草稿，再翻头将每一个论文引用找出来，也正是有一部分无做好核对。当时受限于时空条件，没有办法做实证研究，所以我采取了这个文献分析法，所以引述了超过100多篇。外界关注郑文灿的论文抄袭敢会影响连夜中生台接班布局，郑文灿回应政治上的代志，回归政治标准讨论。只是最近因为选举政党候选人的论文，拢互放大检视，包括连夜的林志坚台大甲中华大学硕士拢互撤销，南亚科学化的逢甲大学硕士也有不同引用的问题。民众党高虹安甲蔡壁如也捌因为论文争议就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的硕士论文，互检举讲是抄人的，学位互台大撤销。教育部长已经收到台大公文，教育部长潘文忠讲会照庭书办理。不过台大国法所连续逼出林志坚甲郑文灿2件抄袭的案件，外界要求全面撤查台大国法所的论文。潘文忠表示，会甲台大这边确认状况。对林志坚甲郑文灿这道教授拢是陈明通，台大国法所连2件的论文争议案，台大是不是爱负行政管理的责任？教育部长潘文忠无直接来回应，是不是全面来彻查台大国法所的论文？潘文忠讲，台大有伫了解。台大有在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了解了哈，这部分我们会进一步跟大学这边来做了解哈。全国数学工会指出，台大国法所有2位重要学生硕士论文抄袭后撤销学位，是台大2016年爆发医学论文造假案了后上大学术的丑闻，应该追究行政管理无周全的责任。学生是政治人物、老师，那本身也是国家政府的官员哈，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互相期待，有利益输送啊。台大国法所也要负起部分责任啊。这阵是爱有人检举，学校先决定是不是受理，再过来进行审定。有用非讲，若是拄到选举，面对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地方首长候选人的论文被提出检视，虽上是整个大环境还是抄来抄去，这情形真严重。抄袭的人很多，但是不容易被抓到，大家铤而走险呐，有恃无恐哈。国立大学有师资相互的问题，所以学联案也不处理。私立大学只要关系够好，学联案也都不处理。
事后工会指出，各大学处理学伦的机制，甲教育部的监管拢需要来检讨。而台大处理林志坚抄袭案，对检举到认定，敢若用1个月到5天，做法积极值得肯定。不过，甲2016年底论文造假案比较，大约3个月才公告审议的结果。呼吁台大今后处理学伦案，比较处理林志坚甲郑文灿案件效率有一致性，避免配合选举的操作，并且有政治考虑的这执期。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正月初8，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王宏维甲民进党吴怡农宣布参选了后，头一个活动就相拄。王宏维毋但口说吴怡农做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做甲若像是黑道的家里翁仔。那吴怡农批评王宏维毋通黑白讲话，甲白白报你甲学，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国民党王宏维甲民进党吴怡农伫截止登记了后，头一个行程拢参加民权国小校庆。王宏维早起受访时曾表示，家己每年拢来，口说吴怡农是选举才来，更加甲黑道党员甲家里主席议题很有密切接触。这个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吴怡农担任他台北市党部主委时候的一个污点吗？现在怎么好意思还把它当作一个政绩来做宣扬呢？对到家己选完了后，随转换跑道引起批评。王宏维搁再甲选民来下实地，希望得到选民的谅解。而等到吴怡农出现在学校内底，受不少的支持者要求要甲伊翕相。吴怡农对着家己台北市党部担任主委的所作所为非常有自信，强调绝对会堪的检验。对着一直被指甲黑道有关系，也讲王宏维别乱讲话。那如果我做了这一切，还是硬要把我说成是黑道，那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戴着颜色的眼镜，来睁着眼睛来说瞎话。我觉得在选举期间特意的做这种恶意的操作，其实是很可惜的。吴怡农表示，乱讲甲抹黑袂互任何人赢对选举，希望竞争对手会使提出正面的态度，拍正面的选战。最后是化为中山甲北上山的选民，来得更加好的选举，也有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最近乌克兰伫欧洲的真侪大使馆拢收到炸弹包裹，初二西班牙甲捷克的大使馆又搁收到包裹，这回内底藏的是动物的目睭。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就指控罗西亚咧变怪，挑工要引起惊吓。另外 ，G7 和欧盟拢决定要限制罗西亚出口的原油计销，要减少罗西亚的利润，不互因有用仔钱买武器拍乌克兰。乌克兰自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大使馆周边，初二搁再用封锁线围起来。这使馆通报，伊搁寄到不明的邮包，内底竟然藏有敢若亲像牛，也是猪的目睭鳞的物件，而且邮包明显敢有泡过亲像水的物件。若是西班牙，包含乌克兰、自匈牙利、也有荷兰、捷克、波兰、意大利这多国的使馆，初二也分别寄到相关的迄青的邮包。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讲，俄国就是幕后的策划者，目的就是要制造这个惊吓，必须这国家停止支持乌克兰。而西班牙境内包含乌克兰使馆、美国使馆、空军基地这真侪所在，初一已经分别寄到6个炸弹邮包。Світ починає визнавати, що це держава-терорист. А терор не знає кордонів. Сьогодні пані міністерка розповіла про вибухові листи, які вже отримують в Іспанії. Вон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ють терористичні засоби, щоб навести терор. 乌克兰战争已经第10个月，为了阻止俄国继续利用原油来赚钱，投入大量的武器甲人力进入乌克兰战场。欧盟初二决定甲俄国出口的原油的计销限制伫每桶上悬60块的美金，英国、波兰认为计销应该更较低。欧盟会进一步来协商，预计初5正式来执行。第7大工业国 G7 随后也宣布支持。It was about balancing supply and demand, but also balancing the need to limit Mr. Putin's ability to profit. And again, we think that $60 per barrel will do that. We're supportive of that. 另外一方面，乌东顿巴斯的战事依然是真紧张。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指出，准备甲普廷坐上谈判桌，和乌克兰战争来结束。不过前提是俄国必须先撤军。对此，俄国方面强调，这阵无谈判条件。Фактически, что сказал президент Байден?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переговоры возьмут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уйдет из Украины.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俄国9月份经由假公投非法宣称有俄国、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加、扎波罗热的主权。莫斯科也进一步来强调，美国无承认俄国拥有这4地主权，也降低两国领导人要谈判的可能性。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来看中国坚持清零的政策，百姓不满长期封城，引起白纸运动四界团，国际嘛咧声援，所以中国政府就小可放零防疫管制。美国副国务卿就认为讲，这代表抗争有效果。另外，香港有媒体报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欧盟理事会主席见面的时，伊的讲法听起来是真有可能要调整防疫的措施。中国北京部分地区防疫未解封，以后防控单位只针对阳性住户无个封楼，民众排队等来做体检。然后骑自行车都骑了2分钟，就你一眼你就看不到头的那一种，就感觉人山人海的。最近白纸运动唔单伫中国国内摊开，国际也有真侪社员。路透社报道，中国一方面透过放零防疫安打民众情绪，一方面率也进行追查捌参与抗争的人。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认为，抗争确实有成效。They say they are going to open step by step in this. So I think the good news here is the protests actually had an effect. Now, at the same time, I'm not naive. And the Chinese use their security forces to put the protests down.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一甲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面，南华早报引用欧洲各界官员的讲法表示，习近平主张当前中国主流的奥密克戎变种，并无比进前的德尔塔病毒来得严重。会面单位表示出有意放零防疫规范的信号。We're pleased to learn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adjusting their current strategies. We hope this progresses and we see that coherent, calibrated strategy emerge that balances the control of the virus with the lives, the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世卫组织乐见中国放零清零政策有计全球大约900人已经对新冠病毒有抵抗力，不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也是警告，目前犹原无脱离疫情危急阶段，烦恼各国若放零警告也是有机会出现新的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的新厂，目标2024年要量产。根据台积电的计划，明年美国厂的员工人数预估要增加到2000人。台积电去美国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刘德英董事长也明确跟大家讲哈，我们这个就是500个员工哈，那这个是台积电哈很清楚让大家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员工数是台积电最清楚哈，那他们都是有定期的契约哈，那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的环境的人才交流。经济部部长王美花表示，有风声讲台积电的美国新厂要生产4奈米的晶片，目前官方是无接到消息。不过台积电进前已经对外说明，讲上新的技术一定会留在台湾。目前台湾已经咧试做3奈米，嘛当咧准备2奈米甲1奈米。王美花强调讲，先进的制程一定会伫台湾。镜头转来到国内，苗栗东螺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今仔下晡着火。厝主伫3楼困倒，互乌烟砸着，紧得命。毋过伫另外一间房间困的3个孙煞未赴走，互消防员救出来的时阵，拢已经被喘气啊，送去病院共款救无转来。安那着火详细因端要加调查。消防车赶到现场，也毋过民家厝的2、3楼拢已经伫乌烟之中。苗栗县东螺乡永乐路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下昼1点左右发生火警，男厝主下户走出来，也毋过伊3个孙当伫3楼困，掉伫火场，心情真着急。屋主他自述说他在后面房间在睡午觉，被浓烟呛醒以后就跑出来报案。他睡在几楼？都睡在3楼。我跟孙子都睡在3楼。对，孙子是睡在3楼的前面房间，他爷爷睡在3楼后面的房间。消防人员布水线灌救，控制火势，先后救出分别是15、12甲10岁的3只弟仔，当场拢钉现屋卡，送医急救下昼3点16分，全拢宣告死亡。苗栗县副秘书李瑞典表示，厝主平常是做办道生意，厝内是阿公阿嬷甲3个孙带着火，厝边讲囡仔拢就有礼貌，感觉真不甘。
2个孙女嘛，1个孙子嘛，还2夫妻嘛。他儿子偶尔会回来这样子。3个，很有礼貌。那个大的男的哈，很懂事哦，说实在的。小学5年级那个。我不晓得几年级，那个女孩子大的哈，每次看到我，阿婆嗨安尼。根据警察了解，火警发生迄当时，厝主的太太当伫1楼咧包粽，囡仔的爸爸伫1楼看电视，2楼技术是到火点，伊伫到厝边看到乌烟管的通知，才知影发生火警。那详细导火原因由原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动物园这一档月因为改建暂停营业，要伫12月16定开幕。寿山是台湾狗的生态地，都惊游客变多了后，会阁出现人甲狗起冲突的问题。所以动物园就找动保团体提点价甲员工上课，未来嘛会采告示牌提醒游客爱注意的代志。水池伫人仔内底食物件，无用真古水，经过518天游园的改造，高雄寿山动物园16月重新来开幕。除了引入进人气的水池，园区的设施也大幅度来升级，像新式的天空步道，就甲参观的这路线对平面变做立体。到时候会带小朋友来吗？如果他还在高雄会啊。台湾高山啊，规群伫路边佚佗。初三拜六下晡，有袂少人来遮爬山，因看到车爬山的人甲高山啊伫路斗阵行，因为疫情甲休园减少的人慢慢转来啊，人甲高山啊相处也诚做一个课题。不要去闻它食物，还是说不要去激怒它就好了。猴子跟我们也是和平相处啊。包括清洁人员伫外口食物件，互高山啊抢食受伤的寿山动物园为防止人甲高山啊冲突，要在园内设告示牌，并且找动保团体为这带头员工来上课。动保团体也提醒家长，甲囡仔看好条，以免囡仔算甲真欢喜去入高山啊，就发生冲突。不要在户外或者是边走边吃，这个我们都有先提醒相关的摊商，然后请他们在游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提醒游客这样子。那最基本的也是提醒大家到动物园的时候，就是食物不外漏，然后塑胶袋或任何会让他误以为是食物的东西就收好。原来是乌星星电视区的今日大型的铁人啊，改做室内餐饮的所在，甲高山啊隔开，也互游客换一角度做生态思考，就是希望升级了后动物园拿友善动物，更加使动物园甲寿山原生态的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台湾分会今仔日伫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2批信马拉松的活动，邀请民众一人写一张批，寄予世界各地政治犯、良心犯。希望会当互当地政权压力。今年4月，才互中国放倒来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嘛用家己的经历做例，讲写批真是有效。现场只讲写17批，2022国际特赦的写批马拉松，伫松山文创园区起稿。这届社员的全球救援对象有13个，拢是因为参加示威活动，争取权利去让人掠去。今年4月，才互中国释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嘛伫现场讲家己的经验。我们寄信给政治犯，让这个当地的监狱的干部、国安人员可以看到，他们会知道这个政治犯很多人关心，我们不能虐待他，所以写信是有效的。李明哲表示，外界写批对政治犯确实有保护作用，呼吁大家斗阵来写批。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表示，写批马拉松活动已经有30多动，到目前为止救过100多人。这届写员的对象，有人因为发文纪念历史事件就互人掠去，嘛凸显全球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趋势愈来愈严重。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安法的议题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因为这个跨性别的议题，那也有人是可能是因为气候的问题等等，所以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走上街头，但是都遭受到这个蛮严重的一个打压。国际特赦台湾分会强调，透过分离的力量，一人一张批支持社员各案的活动。所来卖伫台中、台东、台南巡回举办，上尾伫12月第4，有马拉松的活动，让大家用行动争取人权自由。记者电文郑派文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市的母语协会，今仔日伫清华大学办一个市仔推广母语，人客高官带头做生意，拢爱讲台语。现场阁会当听到台语故事，看布袋戏，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医生，今仔日要去救一个人。台顶咧播趣味的布袋戏，台下囡仔看甲真欢喜，人喜人爱的小学生台语真练长。伊讲是对学校社团学来的。我发现真侪同学，伊拢是硬背迄个
音甲迄个歌尔，根本毋知影伊真正的意思是啥物。所以我感觉其实是有效应，毋过嘛是爱了解伊的意思。除了布袋戏，现场各用台语做买卖单啊，每一个少年头家拢真认真销界家己的产品。另外，嘛有台语故事通好听。啥物好食的物件？哦，我想要做寿司啦。那你是安怎学台语的？就是我就是做细汉时就开始讲个伊个喊我做伙讲台语，我就学起来啦。主要是讲透过即个母语刺激即种形式，互人伫生活中伫买卖就会使有使用母语的机会，也是加较轻松、较生活化的方式。我感觉这对母语的推动是更加自然。母语协会希望透过活动，帮助民众更加明白多元文化，鼓励民众来接使用母语，让母语永续传承落去。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21度，中部地区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外岛地区15度到2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今年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热带雨眼》，用传统古早的工艺结合动画。讨论世界文化，导演的处理就是开古早店，伊和阿姊传承古早，佮用心思来创新改变。稍等下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传统的民俗安怎搬起的国际舞台。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